老友記，你好，今日我咧介紹個湯水咧就係娃娃菜比目魚湯。咁呢個湯好豐富嘅蛋白質啦，而娃娃菜咧就好多嘅纖維，防止便秘，增加免疫能力啦，又會保護呢個骨骼健康，維護心血管嘅健康，仲有抗氧化。因為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同埋維他命 A， 如果減肥嘅老友記就啱食㗎啦。佢仲可以維護視力，因為佢有維他命 A， 咁仲可以預防夜盲症㗎。咁孕婦食嘅咧就最啱啦，因為佢有好豐富嘅葉酸㗎喎。咁同時咧我就加埋呢個冬菇，嗱，呢個冬菇加啲冬菇落去咧，就可以增加呢個營養啦，因為佢都係可以預防癌症，仲可以維護我哋嘅骨骼健康，促進腸道健康。好容易做嘅咋，首先我就煎啲比目魚，跟住咧就落啲薑落去，落幾片薑，再落啲豆乾啊同埋冬菇，加啲滾水落去，15分鐘。咁就好甜㗎啦，加幾粒鹽啦。老友記，快啲煲返個靚湯啦！拜拜！如果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俾我一個讚、share 同埋留言啦！拜拜。